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民数记第9章15到23节，启示录第4章第1节到第8节。今仔日的主题是魂。伫信仰顶悬，伫圣经内底，魂有真重要的信仰意义。特别是咱对这个出埃及记，咱看到魂代表上帝的同在、能力以及保守，甚至咱讲带领。相信伫今年伫台湾的人，大概足久无这种感觉足期待看到魂的出现啦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厚厚的魂乌乌的魂乌天暗地安尼代表着一个希望啦，代表着这个旱灾会当受到解除啦过去的这个周末，台湾全国落大雨大家拢足欢喜足侪人咧分享讲将来要看到雨足欢喜过安尼但是虽然安尼，犹原无法度帮助台湾一概就脱离这个大赦的危机啦真侪水库的存量犹原阁比20% 阁较低对伫魂来讲，台湾人嘛是犹原继续伫安尼大的期待啦对伫基督徒来讲，魂也是讲咱讲的大自然，其实迄个权柄是在伫上帝，无在伫人的手中如果咱注意去看气象局的报告，每一届若乌阴的时阵也是讲相关的消息，一年有几若摆机会，大概是伫乌云打落来的时阵，佫无落雨的几率的时阵。气象局的人员总是会想办法做人造云，还是讲人造雨的方式，企图要来互伊落雨，或者是讲增加这个雨量。但是并毋是每一摆拢会当有效果，拢会当成功啦可能亲像圣经的描述，魂代表上帝的权能。是啦。上帝的权能，上帝本身，所以咱必须爱来军队上帝，毋是来超越上帝啦亲像民数记所记载出来，以以色列人，因对着魂来进前，对着魂来停止，因此因得到上帝的保守。真侪时阵，咱认为讲等待上帝的魂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作为，所以会当看到讲人类时常家己想要来改变迄个魂的作为，然后家己出手啦想看卖有啥物款的代志，咱会安尼做。伫今仔日牧师敢若举一个例就好。就是讲，咱看真侪迄个专业的种植的人身上，因会利用暗时来拍电火，来欺骗这个食物，互这个食物掠做时，佫伫日时就拼死命来生长，大来缩短这个生长期，本来可能要3个月、4个月，安尼可能2个月就会当收成这种做法这种的食物，你时常会当伫倒位看到呢？伫台湾的田尾，你若行高速公路看两边边暗时迄个布袋园啦、种花啦，还是讲伫台东咧种这个火龙果的啦拢有啦但是这种的做法，却互人忽略迄个休困的重要性。咱倒转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民数记的记载，云彩毋是干那行来定，伊嘛落来休困。其实上帝无需要休困，敢毋是安尼？但是伊互军队伊的人得到休困，也是咱讲对圣经的角度来讲，得到安息。人类发明电火，
甲当发展到即个形的吼，就是要来将黑暗变做日时，敢毋是安尼？真侪人会讲吼，半暝啊12点吼，咱的生活才开始尔。无休困的人，当然目睭就开始出问题，因的性命嘛开始出问题，甚至因的个性嘛开始出问题。咱看经文，今仔日的民数记第9章15节开始安怎记载？伊讲上帝的圣母徛在迄一天，有一片云遮看着伊。暗时，这个云看起来亲像火。伊升悬的时阵，以色列人就北营来起定。云彩降落伫倒位，因就伫迄个所在来扎营。百姓就照着上帝的命令来北营，遵趁上帝的命令来扎营。云停伫圣母顶悬偌久，因就留伫原地偌久。当云停伫圣母顶悬真长的时间，因也听趁上帝的命令，无有震动。有时云停伫圣母只有几工仔，无论什么款的情形下面，因拢照上帝的命令来北营扎营。有的时阵，云停伫一个所在只有一暝，早起就搁升起来。伊一升起来，因就启定。无论是2天、1个月、1年，或者搁较久的时间，只要云彩停伫圣母的顶悬，因就无搁震动。云彩一个升起来，因就启定。因扎营还是北营，拢是遵趁上帝借着摩西的命令的话来做。云伫信仰上代表上帝甲伊的权柄。耶稣基督受洗了后，天开，嘛有声对云中间出来，讲：这是我所听的囝。咱今日看到启示录约翰的异象的中间，伊安尼讲：对宝座发出细呐雷声有7个烧着的火伫宝座前，这是上帝的7个灵。咱伫经文来看见，阁有看到有磬、有细呐、有讲雷啊的声，这拢是甲这个云彩有关，代表着上帝会临在伫迄个宝座，旧约讲约柜，对上帝的宝座出来。这拢是上帝的临在甲权柄。基督徒所要学习的，就亲像出来叫以色列人同款，无论云彩是踮伫遐偌久，咱拢爱真专心遵趁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带领，互咱会当行伫迄个正道的顶悬，甲上帝来同行。直到咱进入伫伊的应允之地。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民数记第9章15到23节，启示录第4章第1到第8节。今天的主题是云彩。在信仰上，在圣经里面，云彩有非常重要的信仰意义。特别是我们从民数记这个出埃及的记载里面，云彩代表着上帝的同在、能力以及保守，还有带领。相信今年在台湾的大部分的人都非常期待，或者说非常久没有这么期待云彩的出现，因为这个厚厚的云彩这个我们说阴天黑麻麻的，代表着希望。什么样的希望呢？代表着干旱的季节
可以被解除。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台湾全国都下起了大雨，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面分享，从来没有看到雨这么高兴过，因为干旱危机太大了哈。可是这一场大雨并没有完完全全帮助台湾脱离干旱的危机，许多的水库的水的存量仍然低于20%。对于云彩，我想台湾人现在的心情是仍然继续在引颈期盼下一场大雨，下一次的云彩再临哈。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当然是在期待云彩，我们不会像一般宗教这样子所谓的祈雨动一动这个雨就下来了。云彩或许我们说跟大自然的主权有关系，这个主权是在于上帝，不在于人的手中。如果我们有注意这个气象局的预报，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讯息，这1年多来有好几次只要是阴天，可是没什么下雨几率的时候，气象局的人员会视情况去释放所谓的人造云或是人造雨的方式，企图使这个没有下雨几率的时候能够下雨，或是下雨的时候能够增加雨量。可是这样的作为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有效果，或是说能够成功的。如同圣经的描述，云彩代表着上帝的全能，是我们必须要跟随的，如同民数记所记载的出埃及以色列人们一样，他们随着这个云彩呢前进停止，在这样的一走一停当中，他们得到了上帝的保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等待上帝的云彩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作为，因此人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出手。我们想想看，在生活上面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是这样做的呢？在这边牧师就举一个例子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或是说有没有看过当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走，经过中部彰化县的时候，你就看到田尾的附近那个就会看到两边的农田晚上都打了灯光这个葡萄园或是种植花卉的他们就是利用晚间打灯来欺骗植物，让植物以为还是在白天，所以就拼命的生长，大大的缩短了这个所谓的成长期。比如说，如果平常可能要3个月、4个月才能收成，就2个月就可以收成了所谓的农业经济效益就增加了。可是这样的做法，我们忽略了所谓休息的重要性。民数记的云彩它会停下来休息。其实我们如果看上帝需要休息吗？他不需要。可是他还是让跟随他的人们可以休息。从信仰的语言来说，得安息。其实从这件事情来看，人们发明的电灯不就是想要让黑夜变白昼吗？许多人会说半夜12点我们的生活才开始因为没有休息，人们的眼睛开始出问题，因为没有休息，人的生命也出问题，有时候个性也会出问题。上帝的圣幕在民数记的记载9章15节开始，上帝的圣幕树立的那一天，有一片云彩覆盖着它，晚上这云彩看起来像火，它上升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拔营启程。云彩下降的时候，在哪里
他们就在哪里扎营。人们遵照上帝的命令拔营，也遵照上帝的命令扎营。云彩停在圣幕上面多久，他们就留在原营地多久。当云彩停在圣幕上面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听从了上帝的命令，没有移动。有时候云彩停在圣幕的上面只有几天，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们都遵照上帝的命令来拔营、扎营。有时候云彩停留的时间只有一夜，早晨就升起了，它一上升，他们就启程。无论是2天、1个月、1年，或是更久的时间，只要是云彩停在圣幕上面，他们就不动。云彩一上升，他们就启程。他们扎营或拔营都是遵照上主借着摩西所命令的话做了。云彩在信仰上我们非常清楚，就是代表着上帝跟他的权柄。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天开了，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在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当中，就是启示录的记载。他说，从宝座发出闪电、响声和雷轰，有7只点燃的火把在宝座前，就是上帝的7个灵。这个宝座跟旧约民数记在讲的圣幕或是约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指上帝所在的地方。从上帝的宝座出来的，我们看到有彩虹、有闪电、有声响，这些都是跟云彩有关系，也都代表着上帝的临在与权柄。基督徒其实要学习的顺服，跟随上帝的带领，让我们走在这个上帝的正道上面，能够与他同行，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跟着上帝进入他的应许地。这是我们的功课。